兄弟，该铺垫的我都铺垫了，以我多年的泡妞经验，此招一出，此妞必收。Ready OK？ OK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适配。适配。送你。冬眠，我爱你。冬眠，我爱你，爱你一生一世。冬眠，你快过来！哎呀，冬眠，我爱你。这么大阵仗啊啊！出去看看去吧。我不去。快快快！冬眠 ，I love you。哎呀，别说这齐明峰这表白实在是太感人了啊！他这是在威胁我。我觉得他挺认真的。这完全不在我的计划之中。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了，我还从来没见你这么理智过。baby， 他在影响我的生活，他这是在强奸我的生活，强奸我。I love you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。冬眠 ，I love you。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出去看看，省得引起围观。喂！别打了！大师兄，这个怎么办呢？这个。你怎么可以这么对他呢？你也太狠心了！你干嘛？打电话叫保安。冬眠，我告诉你，我会跟你死磕到底的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赶紧的，都散了，散了。兄弟，以我多年的泡妞经验，此女非等闲之辈啊！告诉你，我派的绝杀，长贵不起。撤。哎，我只跪着，不出声。你这样会伤害他的，他得多难过呀！给，他这是自找的。你就打算一直让他这么跪着？是。
冬眠，你的心眼实在太狠了。太狠了，一点经验都没有，你不觉得他这样很做作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走！小峰，你怎么来了？大卫出事儿了。哇，什么味道？哇，臭死了！你这是从福冈进口的一盆生化武器吗？真他妈臭啊！哎呀，我去！不是福冈的，是杨大伟他们宿舍的。baby， 你没事儿吧你？这事儿得干。我刚才在他们宿舍，他们一块儿起哄管我叫嫂子，我脑子一热就把他们屋的袜子全给端回来了。你就是我们女生的耻辱。他们太可怜了，那么多袜子都没有洗。唉，贤惠的女人就是操心命。你干吧你啊！你干这一天就得干一辈子。这他妈杨大伟，实在是太过分了！他拿你当什么呀？老妈子啊，保姆啊，佣人啊？不是大伟让我干的，是我自愿的。呸！你怎么那么贱呢？啊！你干脆把全校男生袜子都给洗了得了。哎呀，让我看这帮臭男生，就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，省得他们不知道天高地厚。bingo， 赞同。干嘛？是我自愿的，我不是大伟。贱！喂，杨大伟，3秒钟之内到我们寝室。哎呀，别！哎，这是我的爱慕内衣。爱慕内衣怎么了？那这还在洗呢。再洗洗，再洗洗。珊珊，找我啊？来的正是时候。闪开！